赵杠。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点击，请点击的人员到头前来，所有新洗礼的兄弟来到头前。咱三角来点大港节第一主日5万的蜡烛。好，今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大港节期主要是来陪伴迎接基督的诞生，庆祝大港节的一种式，是制作一个大港花卡，甲点蜡烛来提起咱基督所带来予世间的礼物。大港花科包括真侪意思，
花苦是伊的，代表无起头也无煞尾，互咱知上帝是无起头也无煞尾。上帝对咱的疼也是无穷无尽。绿色的花苦，表示忠心甲新生命；蓝色的火，代表耶稣基督所带来互咱世间的光。传统上台讲蜡烛的色有3支是紫色，一支是粉红色，拢代表赎罪的色。提起咱着我靠基督的帮助，才会恢复人性的本性。圣诞夜暝，咱所点的白色蜡烛，代表基督的来临。你点着第一支蜡烛，是五芒的蜡烛。以色列百姓对先知听到上帝的应允，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传讲五芒的话，伊宣告一位以赛亚的降临，通过伊来成全上帝赐平安的应允。咱也毋茫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毋茫是亲像光照伫黑暗。当咱点着即支蜡烛，咱纪念以色列的毋茫，以及伫耶稣基督所予咱的毋茫。咱着继续伫上帝的应允中来毋茫基督的再临，听喜乐甲和平充满咱的生活。甲全世界，为着毋茫的光，咱感谢上帝。当阮看基督的降临的时，互咱会通甲别人相甲分享咱的毋茫。阿门。三甲来吟诗，圣诗27首，我主上帝。会众请起立。吟全首，我主上帝，我若想就那公呀，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看见生死，我听见雷的响声，我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了上帝生命，已经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了上帝生命，已经伟大，何等伟大！真好了解，上帝无惜牺牲，这来世间
命。伫世界中，甘愿体恤咱罪过，教会参事，互阮通得扬我。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sau甲的声咧大胆，将破掉的天家快乐无限。我要虔诚，谦卑跪落天敬拜，我用上帝，我主你真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咱有缘徛咧，咱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摆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圣马，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大家来看启应文第22篇，上时诗篇95篇。我来启会众来引。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的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照着耶稣的救赎，顶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担当阮的罪过，搁赐予阮活命甲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虽然阮是罪恶极重的人，搁常常得罪你，你却赦免阮一切的罪过。主，阮感谢你，今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快乐。佫是阮及时的帮助，感谢你怜悯阮、帮助阮、赐快乐互阮，定阮伫逆境的中间，你佫互阮教育的稳定，佫利用你的大快乐的双手，
将阮付诸，会当互阮靠着你来徛在。主，愿感谢你，借着陈牧师的信息的透放，用油抹伊的喙，赐予伊属灵的智慧，阁有圣神的同在，互阮会当来学习谦卑、顺服、忍耐的功课，互阮公义的心被你打破，心智，互你来更新。愿安尼感恩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三角来看上帝的话。伫哥林多人书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9节，伫和合本229页，汉语本187页。用主的名，愿恁对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我常常替你感谢我的上帝，是为着上帝的恩典，伫耶稣基督捌想赐恁的，因为恁点伫伊各项代志，富足、口才、知识无交臂，亲像基督的干净，得到坚固伫恁的中间，直到恁伫遐的恩事无一项无够额。来听候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伊也要坚固恁到落尾。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无通嫌。上帝是信实，恁对伊受调。来甲伊的主，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亚历圣歌队要赞美的歌是伯利恒民心。
正道，请陈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伫主的日无通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圣，咱都一届做伙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礼拜中间，阮点到第一支大港蜡烛，阮所点到的即个光，恳求主信神，就亲像你要手术，互阮的光相共款，来拍开阮的心门，拍开阮心的一个眼界，会当伫分享的中间得到你的感动甲赏赐，也愿主你的神运行一整个分享甲探讨的中间，会讲，互你要赏赐阮的，成做我生命的坚固、帮助甲快乐。愿安尼向你恳求、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毋知咱过去伫学校面对考试的经验是安怎？咱拢有读过册吧？有。咱面对考试的经验是安怎？敢有人真介意考试的？听到老师来讲，明仔载要考试要考验，敢有人听到讲老师要考试，恁真欢喜的？你真欢喜的举手，无输知影。你若听到迄种老师讲，明天测验，明天考试，你就开始忧愁紧张，而且举手无输知影。我家己承认。无举手的是安那？牧师连续问过2场，迄无举手就是讲来啊，要考就来考啊，无是，无，较会使无考。你考得上了，嘛一定爱考。有当时咱面对一场考试，毋知影要安怎比班。有当时就算讲知影要安怎比班，考出来的分数安那，无一定照咱想袂迄个意思。今仔日老师也是讲教授，若是甲咱讲一个考试的范围，即个范围无讲概括，嘛甲咱讲考试的方式，拢甲咱讲了。那安尼，咱讲是来好好去备办即个考试。咱知影讲，咱对国小、国中一直到高中，咱考试的方式拢是对一种。国小、国中、高中拢是背多分嘛，真侪拢是背多分啊！你要背愈侪，你就安那分数愈悬。但是你来到大学研究所的时阵，考试的方式就毋是背多分了哦，你背了不一定会多分哦。一大学研究所的考试有一种考试叫做 open book。open book 意思是讲，教授讲明仔载考试会当早册来看，早你的笔记来抄。咱可能会想讲，那你遐尼好，大学研究所的考试既然教授讲你会当早册来看来并，早笔记来抄。总想要讲的是，你若经历过即种 open book， 讲考试会当互你献册即种吼，你若经历过，你会发现讲吼，你不管早几本册来吼，拢无路用。当恁大个教授的迄题目掀起来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你在遮的册吼，可能无啥物路用。我意思是安尼，咱面对一个科目，咱若是讲无。平常时无去研究、无去思考、无去三思，也是讲遐个册，咱无认真去看的时阵，等到咱要考试的时阵，遮个册敢有路用？你根本毋知要去对答现着你爱买遐个资料，也是讲答案。甚至有当时即种 open book， 也是即种会当互你编资料的即种考试，嘛无一定有标准的答案，不一定有标准答案。我相信咱面对着互咱上欢喜的一种考试，或者老师会互你考古题，有无？你有面对过即种考试无？互你考古题，你就照安尼去读去准备，老师嘛来保证讲，明仔载考试就是照安尼来考，安尼敢有爽快？有轻松无？大家人笑笑嘛，无啥轻松呢。
那考古题，互你100题，你嘛是安尼足优秀的。但是上至少你有一个方向，有一个题目。总是我相信，咱侪人对学校毕业了出社会，咱有当时会来回想，考试讲真正只是为着分数。咱伫学校读册、学习、研究，最后目的只是为着要考试尔吗？为着要互人测验？咱心中的答案若是毋是的话，考试毋是为着分数，读册毋是为着考试的话，那安尼，到底咱一开始是为着啥物来伫读册？为着啥物来伫学习？只要来实验训练？是为着要互人考试吗？请问咱只对学校毕业了后，你看一本册，你就介意看一本册，你看了你会怎拄互别人讲来，你甲我考，你甲我考看卖啊？你凊彩评一页，你甲我考看嘛？敢有人会做这种代志？无嘛，无嘛。咱会想要看对一本册，是因为咱毋望对册内底来得到帮助，毋是要互人考试嘛？咱人活伫即个上帝所创造的即个美妙的世界，总是我要讲的是，即个世界，咱有逐项代志、逐项物件，拢捌甲头吗？敢有捌甲头？无，所以咱读册、咱学习、咱实验，其实是要来认捌上帝所创造的即个美妙的世界，而且咱对即个世界的学习、实验来思考。咱人活伫世间的目的是啥物？特别爱思考的是，咱基督徒活伫世间，上帝放伫咱每一个人的计划甲目的是啥物？某一个程度来讲，咱的人生就亲像是一场考试，信仰愈较是一场考试。这场信仰的考试。爱直到咱人离开这个世间了后，这个考试才会结束。那安尼，咱可会问讲，我敢会使莫面对这个考试？你若讲信仰亲像考试，我敢会使莫面对这个考试？会使啊！你离开考场，就会使莫考试啊，对无？离开考场，你就可以不用面对考试了。那咧，咱会问讲，啊，大学考试会当 open book， 会当互你现册起来面对考题，啊，咱的信仰的考试，敢会使现册起来看？我要讲的是，自头到尾，上帝拢毋望咱现册起来看，现对本册，现对本册，现圣经啦。这场信仰的考试，自头到尾，上帝拢毋望咱 open book， 咱拍开圣经来看，来明白讲到底咱的生活、咱的信仰要安怎行，毋是靠咱的家己的想象，毋是靠咱家己的想法做法。上帝毋望咱自头到尾拢参考圣经落去行。咱呢，咱可能会想讲，啊，较早考试有考古题嘛？这种信仰的考试，敢有考古题？我要讲的是考古题，拢伫耶稣基督内底。上帝互人的考试，耶稣基督伊伫世间嘛拢受考过，而且拢通过。所以，咱有啥物人生还是信仰的问题，无法度解决，咱基督要问啥？问耶稣。伊耶稣伊真做人的时阵，伊拢面对过这个信仰的考试。那咧，咱问讲啊，考试爱有范围啊？考试的范围是倒位？考试的范围就是你目睭看会到的每一个人，就是考试的题目。基督教信仰的课题，上大的题目就是人。人就是咱爱面对的这个题目。总是我要讲的是，当你离开这个躯体行出的时阵，你会拄到偌济人？你会拄到偌济人？足济人嘛，对无？啊，问题是这个题目你敢做会了？
你讲做会了？我是讲了上严肃呢，大家拢无反应，做袂了嘛对无？啊，所以上帝足好心的啊，第一做袂了，所以伊有互咱必考题，伊有互咱必考题，绝对会考的。这个必考题的范围是倒位？咱夜头看一下咱的四周围，彼此看一下啦。这个范围就是教会内底，这就是咱的必考题啊。教会就是咱的必考题。外口的人遮侪题目嘛，咱考袂了，面对袂了，总是有必考题啊。今仔日老师来讲有必考题的时阵，你敢会好好啊去准备，敢会好好去准备。所以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就是咱的必考题。总是咱毋通开会精神讲啊，上帝到底是要安拍分数？我要讲的是，这上帝的权柄，咱莫开会时间去探讨。咱考试敢有做标过？好，我看到恁的笑容，我就知影毋免举手。咱有当时伫世间做标时，去掠着，真歹看嘛，对无？总是信用这场考试无法度做标，毋是你想要做标，无想的问题是你无法度做标。你无法度做标。哥林多教会就是今仔日保罗所写批的对象。哥林多教会会当讲是一群资优生、自由生所组成的。啥讲因是一群资优生？咱若是认真来看哥林多前书，咱会发现讲，即间教会内底的温数是安那，真丰富、真富足，无欠缺，而且对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讲伊的温数是富足的，是无欠缺的。咱若是咧继续看哥林多前书内底有关温数，咱会发现讲，因有安那智慧的口才，因有知识的口才，安尼的温数。有人有信心的温数，有人会当做先知，有人会当做教师，有人会当做即个讲道的人员。有人会当医病，有人会当行圣业，有人会当亲像保罗相款做使徒去传福音，有人会当讲方言，有人会当翻译方言。检查哥林多教会的文书，毋若安尼，只是保罗无写入去。检查，咱会发现讲，这个文书实在是真丰富、真富足，真正是无欠缺。总是我要讲的是。即群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并毋是一开始就是资优生，毋是一开始就是自由生啊。伊嘛是通过上帝所授予互因的考古题，即个考古题耶稣基督，来互因的温数会当得到富足。伊嘛是通过信仰的问题，不断拍开圣经来追找即个答案，才会当互因的信仰得到结果。搁较一方面，我要讲的是，咱现代人即追求信仰的时，咱拍开电脑上网上网，咱敢是当找到即个帮助咱信仰的资料。总是一过去无遮尔侪册，无遮尔侪资料的时，需要人的帮忙。所以保罗这位使徒，就亲像信仰考试的学长相共款，这位学长。信仰学长正做即间教会真大的帮衬，直接来分享伊信仰的经验，来建立即间教会。总是我要讲的是，哥林多教会因伫必考题的即个部分做了无啥好。头个牧师有讲过，必考题即个题目拢是对答，拢是对答。教会内底嘛，就是咱的兄弟姊妹，无毋对。哥林多教会因是必考题，这个所在做了无啥好。我要讲的是，这个必考题做了无好，就代表讲因的考古题、考古题也读得不好，嘛读了无好，备办了无好。头个牧师讲过，考古题是啥？考古题是啥？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讲，因学耶稣。学了还无够彻底，因学耶稣
学了无够焦整，所以地教因毋知影要哪来面对即个必考题，伊毋知影要哪来面对即个必考题。无彩因是一君之有身，因每一个人拢真有温数，真有才调，总是因却无将上帝手赐予因的资源，才会才能，才会温数，运用伫伊身躯边的遮个兄弟姊妹。等到咱看到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因用温数来结党分派，就亲像一个班级内底相共款，数学考较好的分一边。英文考较好的分一边，理化考较好的分一边，体育较好的分一边。问题是一个班级安尼分，敢有啥物意义？所拄着拢毋是讲同学对无？啊，毋过有没有共同来学？我要讲的是，一个安尼的班级，若是会当互相将家己牛的所在来互相帮助补足的话，敢毋是大人拢能学了就好嘛？教会嘛是共款，咱有无共款的温数？一教会内底，总是我有我牛的所在，你有你欠缺的所在，兼是就是爱互相分享来补足彼此的欠缺嘛。所以保罗伫写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即个头前，就是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段。保罗不只是为着这间教会来欢喜，感谢上帝。像是伊即个感谢祝福的话，嘛是伊对即间教会的期待。我要讲的是，咱若是读了整个哥林多前书，咱会发现讲，因真正是一群领受福音了后，生命得到更新，生活得到改变的人。总是我要讲的是，这拢毋是靠因家己的牛，会当互家己变甲遮尔好。这完全是因为上帝对因的呼召。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福分。特别我要讲的是，上帝呼召人，是要互咱人甲耶稣基督有亲密好的关系。咱手头若是有圣经的事，咱再来看第9节。我相信咱手头圣经应该是和合本还是新译本。咱照咱的版本好无？和合本咱先来读一解。和合本我们先来读一遍第9节，请。一同得分，但是这个分不是分数，不是一同得100分。来，我念一下我的版本。新译本是安呢。上帝是信实的，他要呼召你们，使你们跟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团契。但这个团体讲的不是组织，这个团体讲的是关系。来，咱头过读第一版本讲的是啥？要甲咱的耶稣基督安那结连啦。所以第9节的意思是讲，上帝呼召咱人要甲耶稣基督有结连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有交通的关系。当咱甲耶稣基督有这个亲密交通的关系的时，咱才有对天来的这个福分、平安甲稳定。对天来的平安是啥物？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应允咱的。既然信靠伊的人，要有永远活的这个望。那安尼，对天来的稳定是啥物？特别是通过耶稣基督要互咱的稳定是啥物？每一届礼拜要刷，牧师拢会教导。牧师教导的第一句拢会讲啥？愿主耶稣基督的啥？稳定，对无？毋知敢有人想过讲，牧师哪遐尼当生，要教导毋着讲较侪句的，大概拢加讲3句。敢有讲3句？问题是，当牧师你讲主耶稣基督的稳定，耶稣基督稳定这个稳定所包含的内容是真阔真深。
因对主耶稣基督来的恩典，第一是要互咱知影讲，这个恩典帮助咱人甲上帝会当和好。这个恩典是要甲咱讲，主耶稣基督伊的诞生，为着咱人类带来盼望。耶稣基督伊来到世间，成做人的形，做咱人生活的模范，互咱人知影讲要安怎来生活。这个生活是甲咱讲，这个恩典是甲咱讲，主耶稣基督就是伫价顶为着咱所牺牲、拍破所留的宝血，互上帝的受气对咱的身躯顶来刷开。这个恩典是啥物？这个恩典嘛，甲咱讲，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国活，直到互咱对死亡无惊吓。那安尼，牧师的祝祷够有满足，一句尔，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内容够有满足，真满足。耶稣基督伊来到世间，我相信咱都有听过安尼的讲法。耶稣基督伊是完全的神，伊嘛是完全的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意思是讲，伊来到世间，伊有人的肉体，总是伊的内在有信心，甲伊三个伫地，来引带伊怎样来行道。主耶稣基督伫上帝面头前，就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所讲的，伊是一个无贪嫌的人，伊是一个伫上帝面头前完全的人。那咧讲起来，牧师头我讲，信仰就亲像一张考试。安尼，我要问咱大家，耶稣伊伫世间的时，面对上帝的考试，伊考几分？伊考几分？100分嘛。因为安那无通嫌嘛，完全的嘛，无下事，无了分，无通嫌嘛。今仔日照保罗所写的，上帝呼召咱人来参与伫即个信仰的考试，毋是要甲咱考互倒。上帝毋是要甲咱考互倒，上帝嘛毋是拍算讲题目出路遮难，互咱考无好，来到审判日甲咱处罚。这拢毋是上帝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是啥？伊毋望通过耶稣基督甲咱呼召，毋望咱每一个人拢甲耶稣基督相共款，会当考几分？讲较大声的，有想要100分无？有想要无通嫌无？这是上帝伊应允，伊嘛呼召咱的即个旨意。这是伊的目的。所以我要讲的是，咱在常常面对信仰的考题时阵，请咱会记个 open book， 掀开对一本册，掀开圣经来研究、来思考、来反省，咱到底是要安怎行到上帝面头前。当咱拄到袂当解决的问题时，请咱来敲做即个考古题、考古题。考古题伫上遐，耶稣遐，请咱常常祈祷，请咱要做代志进前，常常来想讲，耶稣伊会安怎想，耶稣伊会安怎做。上重要是咱的必考题，必考题伫倒位？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毋望咱好好面对咱的必考题，教会思考咱要安怎使用咱的文字。来侍奉上帝，来服侍人。不过，倒转来一开始所讲的，考试真正只是为着分数吗？咱的学习真正是为着要考试吗？牧师伫升学院的时，当然逐礼拜拢咧考试，我无甲恁骗啦。我读升学院的时阵，逐礼拜拢咧考试。我嘛感觉真辛苦，总是愈考到后面，我发现讲，这个升学教授，这个牧师，对阮的考试，要互阮的物件，并毋是考试了后的分数，并毋是考试了后的分数。
这个牧师常常拢伫阮备办考试的中间问阮：你有得到啥物启示无？你有得到啥物启示无？你伫备办的过程中间，你有得到啥物感动无？你咧考试的时，敢有啥物新的发现？你咧考试的时阵，敢有得到信心互你的亮光？我到后面较发现讲，老师所要互阮的，毋是考试了后的分数，是一备办考试的中间，阮有得到啥物？阮有得到啥物？有得到启示无？有感动无？有新的发现甲看见无？相款今仔日通过这段经文，上帝一定应允咱，伊呼召咱是要甲耶稣基督相共款，无通嫌。上帝一定应允咱啊！所以伊毋望伊呼召咱来，会当甲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结连的关系，有一个好的关系。就亲像学校内底的学长，即带即个学弟妹相共款。耶稣就是咱信仰的学长，咱有啥物毋捌的所在，会当来问即位学长。咱就亲像即学习信仰的学弟妹相共款，不时祈祷来请教。上帝嘛应允要互咱逐种的恩赐来坚固咱的信心。上重要是，这个恩赐是要互咱愈来愈主耶稣基督的款式。直到上帝派耶稣来到世间，宣布咱每一个人的分数的时，上帝毋望咱每一个人的分数拢是几分？100分，无通嫌，完全无下数，无了分。咱大个人拢会当考到100分，无通嫌。那安尼，我要讲的是，上帝一定应允咱未来会考几分？100分，会无通嫌的话，请咱好好啊享受准备考试的过程，好好啊掀开咱的圣经来备办这场考试，嘛请咱好好啊来享受考试。这个考试必考题，就是咱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好好啊来学习，要安怎服侍人、服侍上帝，毋让咱享受在这个过程内底。最后，牧师犹原要提醒，上帝虽然有安尼甲咱应允，总是上帝要安怎甲咱拍分数，咱永远毋知影。上帝要安怎甲咱拍分数，咱永远毋知影。所以，请咱真正爱活出受呼召的款式，爱温困读圣经，学耶稣来服侍人。最后，再讲一句，咱伫世间考试的时，若去互掠着会安怎？会安怎？记小过、记大过、退学。总是要讲的是，咱一届信仰的考试内底，毋通想讲要做壁，毋通想讲要做壁。任何代志要用心、用神、用虔诚来面对咱的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极大。通过你手术互阮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阮得到真大的福分。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互阮人类性命的毋望。伊好的行打，成做阮好的模范。伊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拢得到你的赦免。你的受气无搁伫阮的身躯顶。主上帝感谢你，你互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对死搁活，互阮对生命有毋望，对死亡无惊吓。嘛感谢主上帝，虽然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是你宝座的正平，总是你有将你的话、圣经手术互阮，你嘛手术你的信心保惠师点伫阮的心内，来领受主上帝你的话。食做阮生命的帮赞甲快乐，主啊，也恳求你的神帮助阮。你有互阮教会
达种的温数。求主，互阮会当好好运用这个温数来侍奉你，服侍人，来享受是即个信仰的考试过程中间。主上帝，愿你来保守、引带阮即条信仰的道路。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交托，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咱三甲来吟诗152首，求主听痛的声。会众请起立吟全首。求主听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予我内心生消会，求我做恁生命。做我来招你，打手棍你。用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听痛声音，我着刻掉的心。我做小顶世界，惊我实在真情。我来招你，打手棍你，用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叫我真情，我着听他命令。在我乱了快叹思欲，予我为定接受。做来招你，我打手棍你，用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叫我警醒，我着祈祷无停，着惊你来受主的开，直到进入天庭。做来招你，我打手棍你，用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阿门。会众请坐，奉献，请黄传俊、刘敏洲执事。仰看白白受恩，
只是爱到你上帝，也贪得白受恩典，只能报答嘅福泽，愿你感那愿所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报告以前，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来兄弟来读2遍。上帝是信息，恁对伊受调，来甲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9节，请。上帝是信息，恁对伊受调，来甲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哥林多前书1章9节。上帝是信息，恁对伊受调，来甲伊的囝，咱的耶稣基督结连，哥林多前书1章。咱来看咱周报第1页、第2页，遮周间的聚会。教育部各种的课程，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各区组的聚会的地点，咱家己来看。小组带导的事项，奉献的明细，第7页遮，若有顶答来甲中级来反映。教会的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是由今年新受洗礼甲迁入的兄弟曾清水、黄庭玉、邱瑜琪、任珍妮、樊之君、卓月妹、李玉盆大港节的第1期5万的六节。12月份这月的中级长老贾珍长老、执事苏怡林、刘敏洲执事来庆生会。12月份生日的名单非常的多，我想我唔爱读啊吼，咱就来事情开始吼。咱12月份的所有咱生日的兄弟，咱请做伙来出席，来到头前，牧师来甲咱祝福。来。事情单来，来所有12月份非常的多吼，非常的多，咱做伙来出来，我无一个来读，咱做伙出来祝你的。
好，继续来报告吼。伫第9页遮，今仔日12点6楼要召开财务部的会议，下晡4点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参加出席。12月9号拜六，青年礼拜要来举行圣餐式。后主日12月10号是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为今年的新婚的夫妇赵令伟、陈嘉华、陈德恩、刘建明、郑思阳、洪林军来点大港节第2期和平的蜡烛。上时完来举行圣礼典，第1场的圣餐式，第2场礼拜有圣餐式甲洗礼，请兄姐来备办心。下晡1点半要召开2018年上半年度的曙光协调会，甲12月份定期的中执会，请中执团契的首长、服侍的人员出席来参加会议。会后煞开小会。教会消息，咱的新的一年的日子已经到啊，月历吼，咱伫四楼后壁吼，4楼后壁每一户吼来1份来完结圣经会考的成绩，请伫礼拜后会当来伫办公室来领取迄落奖励。今年第2摆的奖助学金审查的结果安尼，请咱大家来看。好会手册的资料，12月17号爱交登来办公室12月17号一定爱来交，请所有的首长爱来注意。告解消息，新的一年度101的门徒培训师资培训营伫南部、伫北部、伫中华电信训练所新店的崇光女中。第2，灵性成型的教材研习，有南部场、北部场，1月6号、1月13号报名截止的时间，咱请来家己来注意。具体消息，主来盖尹杰姐妹蒙主恩召，为遗嘱来关心带到松家今仔日特别孝天、中天伫遮来向大家致哀谢，请家属起立。甲爸爸拢做伙来到咱的中间。爸爸无处咱大家致哀谢。好，那先面向我们会众面向会众就好了。好，一鞠躬。好，谢谢护卫。愿主继续来带领这个家庭，望汤教会有真做伊属灵的大家庭。其他消息伫第11页，桃园储蓄互助社12月10号中午12点要召开互助社的理监事会议，请理监事来出席参加。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介绍新的朋友。好透过这个吴爸爸他现年已经94岁了94岁还是很健壮。那希望我们继续为了遗嘱他们全家的平安，能够为他们继续来祷告，来扶持他们。牧师一家嘛要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做伙敬拜上帝的兄弟姊妹这有3位：叶庆伟，以及伊2个先离开吗？先离开了 ，OK， 好，安尼，普华乡拢准备好无拍掉。好，那毋望咱领导会当将人留落来到礼拜结束安尼。好，嘛真欢迎来参加这个聚会。昨咱的圣诞节的这个点灯的仪式已经有完成，所以今仔日咱有看到这个圣诞树有光闪闪无？那暗时恁来到教会的1楼，发现讲
金光闪闪安尼，这拢是阮东港啊要举办这个圣诞节整个过程嘛。今仔日咱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所以咱点到安那第一支的蜡条，吼啊。总是我要讲的是圣诞晚会吼，即个东港即个团契拢伫遐咧备办准备。我知影讲有的团契吼是要来准备跳舞啦，要来跳舞。啊，毋过吼，迄人员实在是无够约啊，所以吼，你若讲热寒天人食伤济，想要减肥、想要运动的，请咱做伙加入即个吼各团契，咱若是要跳舞的这个团队吼，请我们加入，好不好？我就知道你们不回答我，拢无要甲我回应安尼。好啦，希望希望讲咱即个圣诞晚会，还是讲圣诞的即个庆祝，是咱每一个人做伙付出，彼此互相做伙来欢喜。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上迎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会众请起立。万灵皆大人来交正，阿罗耶所修法罪犯，罪我中不将你万关，阿罗诚心感化罪人，修赎灵灵。温慧的心，阿罗向百姓行诚信，三位一体，吉祥结晶。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医治世间的好的款式，加做阮生命的帮衬。也愿主上帝你的主爱、怜悯，就是你应允阮，至未来日，阮拢要无下输、无通嫌。也愿信心的相通引带帮衬阮。常常会记得上帝咧施予阮的恩典甲福分，愿三位一体上帝的帮衬引带，互阮行伫即条信仰的道路，拢得到你的欢喜。对即时直到永世大保证，阿门。
电乐。灭岛。平安的在请会众起立，咱互相来请安，圣诞恭喜，耶稣听你。